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07个带病入境56个本土病例，但国内疫情各地头拢伫咧变，目前初步感染源传播链有19条。基隆小吃店的群组感染案已经有68人染病了。中央目前要提供快筛机制，予基隆市政府进行全面的社区体检。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07个带病入境56个本土病例。就看讲，这寡本土病例当中咧，即基隆小吃店，还有屯园大潭电厂、树林科技厂，还有中和公务处群组感染，拢有摊开的情形。另外，伫今仔日又增加4条初步感染源的传播链，目前咱国内已经有19条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即马这疫情有摊开趋势，也强调咱国内医疗量能无问题，重症比率无讲太悬，民众的心态会当小心细腻，毋过毋通过头行遐。很乱因为多度散发。国内新冠疫情个案一直在增加，指挥官陈时中讲，风上界烦恼的就是基隆小吃店的群聚案，一直出现新的确诊个案，而且发生伫无共所在，还佫有国中甲高中的学生确诊，这嘛互30本土的个案，佫新增加56例，其中8例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而且本土确诊的病例，为北部到南部拢有，分布的区域是真分散。前2天有80几例哈，不过呢，因为一个场域里面人比较多，那今天这56例相对的以前这些多的案例的日子里面，相对是散发。今仔日新增加56例本土，基隆警察甲小吃店的群聚案，佫新增加13例，也佫有其他相关确诊的个案，累计新增加20例。新北市中和社区的群聚案新增加6例，树林科技厂嘛增加6例，也佫有其他相关新增加的病例，累计新北市是增加17个本土个案。大潭电厂群聚案增加9例，高雄化工厂的群聚案增加1例，台东卑南家族仔的群聚案新增加2例，毋过佫新增加4条感染源要爱调查的传播链，其中台中食喜酒的传播链增加3例，内底一个个案是海军168舰队借用级军舰的官兵，因兜住伫咧基隆。毋过伫咧高雄做兵，休困的时阵，当去基隆，再佫去台中食喜酒。初步评估，伫咧台中画到的可能性真低。那同袍它里面的已经都匡列了，那目前检验都是阴性。台中的其他个案所染疫的可能性相对是低。已立即启动相关防疫的机制，同时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检疫，落实各项防疫作为。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拢总有19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加上国内疫情有真侪无共的点，各界开始烦恼医疗的量能。但市长表示，重症的比率低，住院的比率无到4成。另外有专家指出，抗病毒的口服药啊，至少要准备上100万份才有够。但市长讲，新的药的时效差不多干那半年，强调讲国内目前现有的药啊是还有够价，嘛呼吁民众感觉紧张，毋过毋通惊吓。遐若防疫的部分，唱歌也是依持爱挂嘴暗的规定，也佫有去食喜酒，袂当去别桌敬酒。若是离开座位，嘛一定爱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基隆的疫情，伫今仔日一声就增加20个人感染，其中含一个小食部有牵连的就增加10例。伫基隆目前计共有68人染病了，也因为基隆的疫情一直摊开，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也去到基隆来开会，决定要去伫基隆做类似全面体检的社区采检，由中央提供快筛机制，市政府来执行，希望中央甲地方来合作，甲疫情挡落来。一个开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陈时中马上就赶到基隆市政府，甲市政府的防疫团队做伙开会，尾也过去视察体检站的作业情形。基隆疫情一直传开，31群增加20人确诊。为了有效阻挡疫情，基隆市全面实施类似普筛，由中央提供相关快筛机制，甲地方互相配合。就是说，准备在基隆做一点类普筛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采检。那由中央我们来提供相关的快筛试剂，那由基隆市政府能够来进行的发放、统计、回收。新增加案例当中，甲银河卡拉 OK 案相关的案例都有10例，另外佫新增加3个帮屋中介确诊，二新中学案有1个确诊的学生囡仔家长确诊，南延国中有1个学生囡仔确诊，有可能是他的朋友的朋友。是恶性中学的确诊的这个同学，那有可能因为打球感染，不过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厘清。确诊人的该班他们是停课10天，我们改采线上教学，然后其他的班级我们是预防性停课，因为今天要做清消。另外，还有包括一个阿兵哥甲一个怪兽司机等5人确诊。虽然30无海洋大学的相关案例，不过进前一个确诊的体育老师，捌去银河卡拉 OK 消费，甲别个学校的老师做伙去台北市特种行业店，海大是强调会进行讨论甲处理。根据本校教师伦理守则做相关的市政的调查之后，由教师评审委员会来讨论如何议处。本局本于不轻重、不庇佑、不护短原则，将从重追究当事人责任。基隆市警局到即马已经累计12个人确诊。深入调查了后，佫发现第1甲第2分局有2个员警利用上班时间溜班去银河卡拉 OK， 甲女性朋友啉酒，隐瞒一条疫情才会断开，会追究这2人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基隆小食店群聚感染案，到今已经超过60个人感染了。亲像这款特殊行业，真侪人拢是近距离接触，有机会变做是防疫空芳。即马真侪县市拢开始伫咧稽查，所以也有查到这店家无遵守防疫规定。就医生认为讲，去到这款所在拢无想要互知影，可能会暗藏事实，增加调查困难度。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继续伫咧诊断、治疗、疫情调查各方面拢做好势，防止这病毒再传开。他说那个我们办公室跟我讲说可以。叫会当恢复营业，店头家己开门做生意。警察去现场稽查，拄好互因撞到。基隆市警方针对在地百外间小食店展开严格稽查，发现有几个经营者无落实防疫规定。针对辖内列册224家卡拉 OK 小吃店展开联合稽查，共计查获3间未依防疫规定开业店家，将由裁罚处依法移送开罚。大批警察做临检，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加强管区茶馆等场所的检查，抓到6个消费者违反防疫规定。因为基隆小食店的群聚案已经拖到超过60个人确诊，其他县市的警察嘛大动员做稽查，都惊特殊5、6场所会加做防疫空芳。担心的说，茶艺街区都会有外人也会来这边消费啊，那外人到底怎么样都不晓得，所以我们除了一再要求业者摊商要去做好防疫措施。会感觉烦恼是因为去年4月份艋舺发生茶馆的群聚案，规个拖到800多人确诊。5月份基隆小姑娘小食部群聚案，造成几10个人围着。即马基隆小食店的群聚案当地的军价，这类的场所未探病毒的风险一定要要意。卡拉 OK 也好，小吃部啊，有的店里面它可能就是属于找一些女性啊、陪侍啊、人与人的接触啦，或者是这一些比如说我们近距离的接触啊，这个真的都不排除。即马疫情甲这类的场所有牵连，因为出入的人较复杂，嘛涉及运输，人客可能会暗看，不愿意老实讲，要调是更较困难。如果这个疫情牵涉到一些类似8大场所的地方呢，那这个疫调一定是会很困难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去过这个地方，并不喜欢曝光这个业主本身呢也不愿意把他的客人曝光所以这个疫调的结果会不完整。若是疫调的资料无完整，恐惊有查无出来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伫咧诊断、治疗、疫调，还有讲话，各方面拢会拍拼做好，来阻挡病毒持续传开。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湘北地区的疫情，伫台北市有4间学校计共2个老师、2个学生感染，必须要停课或者是全面做体检。另外，伫新北市也有10多个新病例，拢是含树林区机场、中和公务处，还有桃园大潭电厂、基隆小食店，这寡群聚感染有牵连。学生伫咧等进行检查，执行检查任务的1号专车停伫门口，这是台北大安区一间小学，因为一个自由班的老师确诊，除了自由班停课，总共800多名师生来检查。我们没有班级停课，只是有一个资优班的这个26位学生，再加那个代检。中正区某个小有一个外省的辅导班老师确诊，所以大约100位师生接受检查。中山区某上级某就学生的老母甲照顾这老母的外籍看护进前确诊，这学生也在30确诊，所以该班有封城停课。另外，中正区某幼儿园的学生确诊，这个囡仔甲中和社区互相相会有关系，幼儿园也对29开始停课。
目前看起来我们在台北市的这些感染案例的确有不明感染源的，因为不晓得谁不晓得怎么被传染，然后很多即使是外县市感染再来台北上课啦看病啦还是会把这个病毒带进来。中正区幼儿园学生阿公也伫台北某西药市中心西药市有2位朋友也伫遮互挖着。另外2个确诊案例是甲一个海军官兵到台中去食喜酒，不过因的感染源也伫调查。也有新北市2个新的互相烧话本土的案例，一个是住伫新北市新店的舞蹈老师，甲桃园舞蹈老师互相烧话有关系。另外也有一个是住中和的民众，甲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到社区检查站检查才知影确诊。那今天的综合这个新增的个案是在23269，所以再加上我们原有的在外县市的舞蹈老师1个，正是2个。新北市新增加这2例以外，也有9例特殊隔离采检阳性，6例特殊隔离阴转阳，其中甲中和公务相关案例有5人，贵人相关案例有2个人，像那科技厂相关案例有6个人，桃园大潭厂相关案例3个人，也有舞蹈老师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批疫情已经伫咧台湾的各地头逼开咯，亲像宜兰罗东某一间国中就2位对桃园来舞蹈老师确诊，而且这2位老师咧，过伫宜兰地区的舞蹈教室教别人跳舞，学校目前进行大消毒，全校1700多人拢进行体检，其中区的部分也先来暂停。另外，伫新竹县市拢有一个学生确诊，其中一间就是关东国小，目前是停课到4月7日。环保局伫学校附近来回咧做消毒，家长是赶紧去学校扎健保卡互囡仔。宜兰县罗东某一间国中有2个为桃园市内舞蹈老师确诊，全学校已经紧急安排环境的消毒。差不多17个师生伫学校内底做快筛，也有 PCR 的采检。官府表示，全学校体检了后，为31开始会预防性停课10天，而且做线顶教学。因为今天是第2天的段考，那目前学校这边回报有关段考是否复考或者是取消的部分，学校尚在评估当中。官府嘛公布2个老师伫宜兰的行踪，大部分是集中伫学校，其他的所在包括西姆比舞蹈艺术空间、宜山的国风堂啊工房，也阁有辽宁养生宜兰亲子馆。也那罗东某一间国中，甲西姆比艺术空间的人员 PCR 的结果，按照明仔载会当全部完成，接续会以学生甲确诊个案接触的程度。采取居家隔离、自我健康管理或者是监测。谢谢。对啊，上健保卡来了。对。安尼会烦恼？没啦，稍微烦恼。没啦哈。没啦。然后。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就是老师是不是知道自己年级叫什么的吗？不知道。详细情形我都不知道。除了宜兰有学校确诊的个案，新竹市东区的关东国小嘛接到一个学生确诊的通报，所以即时开始全学校停课，提早休春假，停课到4月7日。不过今仔日早起，也是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学校做体检。这就是今天正常到校但停课，然后做完 PCR 才分批放学。暗号是23086。那他25日那一天呢，曾经去妈妈的公司去那边去做一些公家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一个完整戴好口罩。学校预估体检的人数会超过2000人。卫生局表示，这间学校确诊的学生，一家伙拢总4个人。除了老爸验出阴性以外，老母甲后生查某囝拢确诊。初步研判是新德县移港军事案拖出去的病例。因若这家伙另外一个囡仔是伫新德县读国校啊，目前已经派医护人员进驻校园扩大做采检，嘛鼓励相关的接触者阻挡病毒搁传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旧历3月开始，有真侪新明的圣诞千秋，真侪庙拢会开始举办这进香活动。指挥中心伫29要公布这绕境的防疫政策，要求所有参与的人拢要做过3档疫苗，庙方也要发证明互因。亲像云林县警察局的西里分局，就邀请公庙顶头做伙来开会，要求大家就要做好防疫。因应国内疫情发展，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9赶紧通知地方政府，要求公庙要配合防疫政策。因为所来进入3月马祖绕境的期间，要求所有参加的人员、随行的民众必须要注满3档疫苗，才可以参加绕境的活动。可以参加绕境了，所以就是马上去补第3剂了。有咧规划，咱全部在里面接驾的队伍，咱拢会叫因发识别证啊，造册这个3剂的，才尽量3剂以上的，才出来造册啊，才来接驾。防疫中心就有这个指示啦，照政府的指示，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一定要
较用心的。包含台中罗成宫在内复兴宫表示，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已经做册调查各店头人员是不是有做第三档疫苗。若是有做第三档疫苗，就发放疫苗 OK 的识别证。另外，为了因应所内真侪了解活动会经过婚礼的赛例，赛例分桥也调开宫庙店头约座协调会议。邀请妈祖绕境沿线各公庙负责人与会。那此次因为疫情的关系，首重宣导实验室等各项防疫措施。并请庙方人员加强宣导，参与绕境人员勿边走边吃，以及参会不可逐桌敬酒。另外，伫要展开高岗八暝了境活动的大家丁南宫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包含专程挂水暗、卖软轿卡、卖抢轿，也过了境进香，真侪拢是家己来的香客，也是观光客，庙方也经由各种的管道来宣导，呼吁配合防疫政策，互活动顺利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去爬山却失踪的何淑珍副总裁蔡正国，经过74点钟的搜救，今仔中昼伫双溪山爬山步道附近找到伊的遗体。消防局初步认定应该是落草无适，佮撞到落雨才会造成意外。讲到咱国内这几年这爬山意外持续发生，而且是增加出来，大部分拢是迷失路径所发生的。爬山的专家也提醒讲，若准找无路，上好留伫一个所在，唔通乱走，才会增加救援的困难。家属甲搜救人员握手，身困碎石，因为爬山失联4天的何淑珍副总裁蔡正国。经过74点钟敲找，3日中昼11点半，总算伫双溪山登山步道倒边山壁下骹50公尺的所在，找到伊的遗体。路径不熟，然后当天又下雨，可能是不是滑倒或是怎么样，滑到山壁下去？这个我们还要再做后续的一个判断。消防局表示，正常满月圆应该往倒边行，不过蔡正国行正边，可能因为安尼修袂路。最近爬山事故毋若一件，高雄桃园有2个民众二爬上山挽腰啊，其中一个人身体无拄好，摔伫山顶无法度落来。张明身体突然不适，且有血便情形，潘明见状即下山请求协助。员警受理时，发现潘明为毒品通缉犯。姓潘的民众虽然互人通缉，不过为了救朋友，也是赶紧落山求帮助。到尾也是互警方逮捕。根据消防署统计，最近这几年山顶的事故逐年成长，上济是伫去年456件，拢总656个人通报救援。去年因为3级警戒才降低，其中救援的主要原因是迷路占4成，过来是受伤甲落落山坎。不要急着下切溪沟找水源，或者觉得往下走会比较容易到达那个登山口，因为其实台湾的溪沟是非常险恶的地形。先不要说湿滑，那有一些大落差，如果你下去了，那你不一定有能力可以上来。专家是讲，溪沟啊，若地形危险，要搜救无简单，搁较会无信号，无法度求救。若做真正有水源需求，除非真确定会当行倒来原地，无则无应该冒险。上山进前，雨伞、雨伞啊，甲急救毯这些设备拢爱传。万一拄着事故，才会当伫危险的环境中为家己争取更侪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六国的居民发现，讲去到小半天的高架桥边啊，有一寡失地业者甲装潢废弃物拼点遐，这寡物件会造成生态甲水源的污染。环保局目前也正咧追查是虾米人乱拼的。不过，这个土地是私人地，敢若会当叫地主家己清掉。这条红色的高架桥是南投六国市区要去小半天的路，嘛是当地地标。不过，规片青的山林内底，算看到白白的物件，详细一个看，全部拢是粪扫。在这个地方倒垃圾啊，就是很快就被发现了，而且很危害那个环境。这边是休闲农业区嘛，那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的话，的确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 OK。居民甲这白色的废弃物地点处理，规个就随浮去。这个防乌白蛋粪扫的地点，下骹就是北四溪。在地人讲，小半天的3个钟仔头，当地发展休闲农业，但年到这个时阵，就是火金菇的季节，都惊生态受到影响。在上游的话，我们有做这个叫做自来水厂。那在下游的话，一般的民众他如果没有水或者是灌溉用水，他会从这边溪里面抽取哈，所以丢这个东西下去，对下面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好。当地发展协会表示，这条路是六国市区要去小半天的旧路。2014年高架桥通车了后，人甲车是无介济，所有人会伫遮乌白蛋粪扫。南投县环保局嘛派人去调查，初步了解是建筑的废弃物。不过，迄颗泥啊无安检时期，要找到乌白迄粪扫的人是有困难。因为
它附近真的没有监视器，要远一点的道路进出口才有那种固定式的监视器。那我们会再调一下监视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车辆。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并无造成二处污染的疑虑，嘛会调附近的监视器，找出可疑的车辆来追查行为人。相当会当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币1500万以下罚金。另外，因为这个红弹喷射的地点是私人的土地，嘛要求地主爱家己清理。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中国上海目前因的疫情是当咧滚价，涨到要到6000个人染病，也因为因的政府随时会去甲民众厝内做 PCR 采检，民众是袂当拍走，心情是真郁卒。另外，美国伫昨也同意讲，这5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注到第4档疫苗啊。I have some flour, but unfortunately the milk is expired, so I can't make pancakes. Maybe with water. 为波兰来纳罗兹尼亚克伫上海读博士，因为伊完全唔知影上海浦东第一阶段封城的代志。一日前，先才发现讲伊已经无法度出门啊。There is a fence, and you are like in a cage. Even when they do the PCR test, they just like hit your door and yell something in Chinese, which I don't even understand. And sometimes it is pretty scary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en they do it. Like once they did it at 1 a.m. in the morning, so I got really scared. Like at night.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二号全境新增加本土确诊者有1565例，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本土无症状的感染者有7090例，其中上海有5656例，有2600万的人口的上海，当地实施2区的封锁控制，属于第2阶段的普筛，是4月初1至初5封锁。目前当地超市已经有不少民众因为惊吓来买真侪物件，有的鸡是已经开唔空，这款的情形伫浦东实施封锁的时阵都已经发生。一个这么大程度的蔓延，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能够早点结束吧。虽然甲全球疫情来比，中国的确诊人数无算多，不过伫清零的政策之下，当局是真拼死，要把这个真高畏团的 Omicron 压落来。另外，当局嘛强制甲民众做体检。上海市司法局警告，若是无配合，恐惊会有刑责。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预告针对50岁以上的民众，或者是免疫不全的少年人，会当做第2档的加强剂，也就是第4档的疫苗。因为数据显示，变种病毒对 Omicron 带来的风险，致使免疫力当地减弱。After a few months out of your first booster, you have a decline in effectiveness to around 66% protection against emergency room visits, 78% versus hospitalizations. FDA 表示，根据新数据的分析，做莫德纳或者是 BNT 第2档的加强剂，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来讲，会当提高保护力。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讲到罗西亚和乌克兰因日29的停战协议有上届新的进展路，乌克兰是提议讲，若准会当加入有约束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乌克兰愿意采取中立地位。罗西亚这边也答应讲会减少伫咧基辅的军事行动，不过无代表会停战。另外，一直咧观察局势，美国是认为讲，这罗西亚军队脱离基辅是假，重新调兵遣将才是真的。因下罗西亚总统普京刚发度接受乌克兰的提案例，目前是也唔知影。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超过5礼拜，这个月29，双方为了停战，伫土耳其伊斯坦堡会谈。乌克兰提出建立一套会当纳入包括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新安全担保体系，伫保障国家安全以后，愿意中立，而且不准国外势力伫乌克兰国内设置基地驻军等等。俄罗斯嘛承诺会大规模减少伫基辅甲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无理由去相信伫继续战争的人。Але ці сигнали не заглушають розриви російських снарядів. Звісно, ми бачимо усі ризики. Звісно, ми не бачимо підстав для довіри словам, що звучать від тих чи інших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 держави, яка продовжує воювати заради нашого знищення. 新联双方代表甲土耳其拢认为，这届谈判透露有机会恢复和平，是一届有建设进展的会谈。兼过俄罗斯谈判代表梅丁斯基嘛表示，减少军事行动是为着未来谈判增加信任，甲乌克兰达成而且签安和平协议。这部代表听会，俄罗斯国防部长绍古嘛表示，俄军伫乌克兰的第1阶段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已经造成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严重退化。对此，美国媒体CNN引用
统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观察到俄罗斯在这场谈判了后，开始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附近部队，认为这是俄罗斯改变战略，在重新布局军队。But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a repositioning, not a real withdrawal, and that we all should be prepared to watch for a major offensive against other areas of Ukraine.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hreat to Kyiv is over. 与过去俄罗斯冇讲白贼的记录，讲结束加白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了后，要撤军选入侵乌克兰，讲要甲战火集中在欧东地区，煞攻击西部的城市利沃夫。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毋是会遵守谈判内容？要看是毋是停止对马里坡、尼古拉耶夫这一所在无差别轰炸。另外，对乌克兰提出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毋是当接受来促进达到双方的领袖会谈，嘛要等待俄罗斯政府的回应。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美国总统拜登昨伫北京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落尾有发表联合声明，因两个人拢谴责罗西亚的军事行动，也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李显龙强调，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背后是一边行共款，也认为这印太地区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唔是小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离到北京。伊是拜登上任了第一位访问北京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伫会谈时阵，拜登强调，美国甲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一若俄国入侵乌克兰，也当看出国家的核心价值，包括领土甲主权完整，正伫咧被破坏。It's attacking the core tenets of a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borders can't be changed by force, and all the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are equal and sovereign in the rights for their sovereignty. 新加坡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李显龙讲，希望美国会当深化甲中国抑个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Singapore hop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midst all its many preoccupation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hina certainly,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besides China. 伫两个人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拜登强调。虽然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不过美国有缘的正经就把焦点转移到印太战略，也重新支持东南亚国家协会中心地位，同时也会注意南海甲北韩的情势。李显龙是特别指出，俄乌战争也和印太国家了解到，就要用和平解决争端，唔通行上战争这条路。We shared our concerns about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ir destabilizing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and which are clearly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 Council resolutions. There are potential flashpoints and contentious issues in our region too, which, if not managed well, could escalate to open conflict. Countries with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eed to pursue all efforts to settle disagreement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so that we can avoid re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李显龙尾也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举行双边会谈。贺锦丽伫咧去年8月时阵就去访问过新加坡。李显龙这边访问美国，2月有先去五角大楼，甲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见面。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造成国际石油天然气的价小变动，而且乌克兰生产真济麦啊、地苏麦啊、饲料米粉的出口受到真大影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这场战争已经引起全世界粮食危机啊。So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catastrophe on top of a catastrophe, because Ukraine, from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now to bread lines, we never would have dreamed anything like this. 联合国安理会29针对乌克兰人道局势召开会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指责俄罗斯发起战争，危害到全球粮食安全。迫害因为全球1.25亿人所提供食物援助的努力，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的食物大部分为乌克兰来，玉米春耕的季节，农民煞伫战场。另外，白俄罗斯甲俄罗斯来的化学肥料欠缺，也致使收成减少。战争对全球的影响，会当讲自世界大战以来头一届看。俄罗斯代表颠倒讲，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才是造成全球农粮市场真乱的原因。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赶紧回回。Sanctions aren't preventing grain from leaving Ukraine's ports. Putin's war is. And Russia's own food and agricultural exports are not under sanction by the US
or by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waging war on Ukraine and for the war's effects on global food security falls solely on President Putin. 若是欧盟国家和俄罗斯控制能源问题，在各国联合拒绝用俄罗斯卢布支付费用了后，长期危机进一步提升。德国30发布天然气供应3级意见当中的第1级意见，将组成危机小组，加强监控供应。即马已经将氘气槽装满25%备用。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甲葡萄牙，因为再生能源比例悬，天然气发电仅占15%，甲欧盟其他国家能源市场连结度低。在欧盟峰会顶积极争取到特殊财务，因应危机的时阵会当暂时控制国内市场，限制介绍，通阻止乌俄开战以来油电上起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行政院要推动这高铁做到屏东的计划，下晡伫环保署环评大会做审查。这条路线对左营站到屏东站全长17.6公里。不过，高雄金埔区的里长薛志基讲，这路线会经过大树的金埔厂，恐惊有爆炸危险，表示反对。目前这个案件决议送到一个更加严格第2阶段审查了。行政院伫2020年底协定通过要推动西部铁路延伸到屏东的计划，经费要618亿。30下晡伫环评大会审查，这个路线为左营站到屏东站总长17.6公里，通过人武交情这个所在，行驶时间10分钟，分做平面、高架甲崩坑的路段。可将屏东一并纳入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的范围内。这个路线有一段沿后眼溪规划，高雄仁武区里长是这个路线会经过化工厂、大树仁武厂，以烦恼万一气体泄漏，若做个拄啊高铁通过，惊引起爆炸，危害到当地2-3万人的身家安全，所以表明反对。不过交通部是讲袂影响安全。你高铁咧走电，迄物就是要崩去啊！所以迄对未来，你若发生意外，我甲你讲，我问你。到底无倒去收山，就稳死的啊！安全的问题，我们不会影响到那个台塑，不管在我们施工或营运期间，不会影响到台塑厂的营运。环评大会是讲，这个案路线会经过储水站、古迹保存区、崩山甲地骨的地质敏感区，附近区域原来有保育类动物，另外穿过大树仁武厂的风险等等，拢需要进一步查清楚。大会决议，这个案件进入更加严格的2阶段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伫昨半暝啊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崩坑灾害演习，无记这火车败北时阵安怎来抢救受伤的旅客，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一个接到火车败裂的消息，花莲县各消防单位随出动大批救援人员，崩坑内底甲车厢已经完全失电，机上的乘客先防疏开。接续救援人员入去车厢救人，照减伤分类，红色白的患者先处理。忍耐一下，你看刚刚也有孕妇那一些的哦，先稍微忍耐一下。这是花莲县头一届伫半暝举行的铁路灾害演练，特别选伫火车已经休困停驶的半暝11点半，伫凤林镇新光林营车头的崩坑内底演练。无记大地震了后，火车败裂的时阵救援的模式。有400-500个人，包括有一些是来配合演示的一些模拟的伤患旅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根据去年的经验。再来演练一下，我们有哪一些必须精进的地方。这个演习出动不少救护车，但车内声是真响。无记灾害演习，都那像真的共款，不少民众看了阁惊一跳。不过参与演习的义消，甲败裂患者的民众拢认为讲，好天就要准好来牛，演习确实有必要。其实会真的会害怕的，对，就是可以身临其境，就是觉得其实当伤患真的是他们的会很无助，然后也会很难过。那夜间训练很难得，但每次演习的时候都在白天的话，那夜间的时候你在整个场域的摸索什么或突发状况，难以去应付。官府强调讲，这届唔那是国内头一届伫半暝演习，嘛是无剧本伫进行，完全考验救援人员伫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演习伫30半暝点半结束，车头内底崩坑嘛已经有清理和清气，袂影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2018年发生普悠玛事故了后，行政院对台铁进行总体检，提出144项需要改善的事项。台铁表示讲，目前已经完成136项路，不过有媒体和民间学会认为，真正有改善的却是无到30项。另外，独立的调查机关运安会也证实讲，在2018年所发布的事故结尾调查报告，捌对台铁提出18项建议，不过台铁敢若用资料来做回应。29礼拜二，台铁运输安全处则召开记者会，提出数据，表示安全改革有成绩，强调为去年6月推动安全改革到即马，无阁发生重大行车事故，一般行车事故也比去年同期下降13%。毋过有媒体甲民间机构合作检视普悠玛事故了后，行政院对台铁总体检要求144项改善事项，台铁讲改善136项，毋过实际上较无30项有确实改善。现在台铁局是内部自行认定。他们有136项已经办理完成，好，那这个136项呢，送给交通部，检核的过程呢，我们目前解除列管的是109项。互人这个改善无够，交通部要求代替监理机关铁道局出来说明。铁道局强调，这是理解有差别。其实运安会2020年10月针对普悠玛事件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迄个时阵针对代替改善建议18项，包括运转管理、组织管理、维修甲人员训练，依照铁路法爱改善了后，才会当改独立管。不过我2年也无一项达成。你怎么修改？修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开始在执行？执行的评估要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就回去修改。然后陆续的几次的公文往返，还是没有达到我们认定该处理的那样的模式跟方法，就是都是在定一个 SOP， 定一个 SOP， 定一个 SOP 嘛。他们能不能来检查这个 SOP 到底有没有落实执行？学者分析，外界对台铁改革有理想要求，无定到台铁伫执行面有资源限制，也是无法度操作的部分。这个时阵就必须明确提出问题。台铁虽然制定真侪项标准流程，像讲刷屏时间管理，不过无确实落实，致使后来阁发生太多个事故，可见监理甲监督的做法必须阁强化。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中执会今日通过定调，由现任宜兰市长江聪恩来选宜兰县长，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蔡培慧来选南投县长，加上伫咧月初定调3位现任的地方首长并连任，目前5县市的参选人已经确定了。那国民党的部分，顶礼拜确定由谢良介来选台南市长，下晡中常会提名现任的新竹县长杨文科来并连任。新选为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恩、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慧，配上竞选的红色彩带，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年底9合1的选举，民进党要由这2位战将，甲宜兰甲南投赢回来。我们在中央执政，努力做出成绩，更希望在地方县市能够擦亮我们绿色执政的招牌。江聪恩是宜兰囡仔，现任宜兰市长；蔡培慧是南投囝囝。行政院中部联办中心执行长，两个人拢讲要互故乡更加进步。江聪恩更加特别讲到，陈定南以来历任的民进党宜兰县长所奉行的清廉困政，不收红包，不取回扣，不炒地皮，不与财团挂钩的4不4严。我个人在这里还要加上。家人不干政，特别讲到4个袂甲蔡德人袂干涉政治，江聪恩暗算跟日本案的现任县长林祖标，对着民进党确定参选人林祖标讲，不管对手是什么人，会继续推动县政。另外，是不是继续争取连任？我们要努力向前走。有跟中央表态吗？就是要争取连任这个部分。谢谢啦。林祖标无回应是不是向中央来争取连任。另外，国民党中常会下晡通过提名新竹县长杨文科竞选连任。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修改地政法是为了一党之私。提名杨文科，展现我们对新竹县民的负责，同时也要告诉民进党的不负责任、为一党之私、为个人算计就想修法的作为，是不被新竹民众所认同的。
迎一年底9合1大选，民进党已经在5县市确定连选，国民党是台南市甲新竹县，两党按照各自的脚步家庭数来进行。不过对着重要直辖市，尤其是真重要台北市，什么时阵要推出连选？亲像民进党秘书长林世尧所讲的，有选举策略考虑，适当时机若是到啊，就甲连选提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村长、里长的事务补助费已经20多年无做调整了，拢是一个月45000块。即马调解立委有共识啊，今仔日伫立法院也要进行修法，调整到5万块。未来这一年预算大约要增加4亿6500万。全国7761名村里长，每一工是无闲来无闲去，不过依法是无薪水的当领，只能依照地方民意代表费用，还有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每一个月来领事务补助费45000块，来营运文具啊、油电还是水电钱等等因公支出的费用，真侪里长拢是根本无够用，那立委拢提案要来增加到5万块，全国每一年差不多是增加4.65亿的经费。总共有21年从未调涨。在我们整个的通膨或物价指数的上升，本席认为绝对有提升的一个需求跟必要性哦。正因为他们的事务会不足，很多的里长都必须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包括资源回收。很多里办公室几乎等于回收厂了，这个不是应该我们政府应该让他们做的事情，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不是薪资，这是事务补助费。内政部对此回应表示，烦恼地方财政能力不够。不过，伫个调解共识之下，30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应该来通过这项条文修正案。毛立委提案建议提悬议员助理的补助费，地下市议员只要每一个人总额是24万，提悬到32万还是36万。县市议员每一个人即马总额是8万块，提悬到12万块。内政部嘛认为地方财政恐惊是无法度负担。地方政府现在都分别都表示，他们地方财政的状况有一些困难哦。那要做这些调整的时候，都希望有所考虑啦哈。立委提案嘛，包括着调整即马议员助理人数上下限的规定，还有增加议员还有乡镇代表的为民服务费，拢是这个修法讨论的重点。记者张志雄、平组台北报道。伫咧新地关西山区有一间囤真侪材料的废弃木材厂呢，这个月18号回收，也因为这地点是正压贴，已经连续烧12天了，一直到今仔日才甲火拍互花。这大火所引起的空气污染，有上百名当地民众也去到县政府头前抗议。上百位关西镇民来到新竹县政府捡布条，顶头是写“生活清气家园”。抗议当地已经连续烧12天的废弃木材厂所造成的污染，要求县长互因交代。我们都不知道可以到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边可以烧啊，搞了整个山沟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该向谁去陈述？政府是不是该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我们小老百姓有一个窗口？这间专门处理废弃木材的工厂。第这个月18就火烧，虽然派出大量的消防人员透明拍火，经过4天时间才控制火势，而且现场嘛是继续翕烧到30早起，总算把火拍花去。另外，民众佮反映讲，常常有人在当地偷倒废弃物，造成水源污染。我一定会全力的来防止，让这些非亲属或者有族的物资往关西镇来到。只要我们的同团结、同心的防止他们来到关西镇，是我们的责任。环保局指出，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行为人若是企业，会当罚10万到500万块。目前等咧厘清行为人的身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发会目前规划逐年用电成长率是2%，希望2050年的时阵，这再生能源会达到70%。目前所定出的目标是定2030年，先来减少碳排20%到25%。
为了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30早时国家发展委员会甲国部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净零排放的策略。电力的部分目前规划每年的用电成长率是2%左右，计划以挖7成的再生能源做主体推动气碳电力。国发会表示，过程是袂欠电。我们还是留有这个电力成长的空间，应该是足以企业界支撑未来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产业发展或成长的一些发展。环保署表示，除了能源的转型，民众运输、采买等等生活习惯的转型也是重点。相关部会目前订定中期目标是伫2030年减少碳排放20%到25%。2030年到2050年，因为技术发展，会使伫20年内减少到零排放。从现在到2030年是既有的技术的扩大，但是既有的技术基本上是受到一些局限。新的技术应该到了2030年或之后它才会普遍性的应用。这个是配合 Glasgow 的一个决议，就希望我们在年底大家如果没有更新的都能够再更新，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目标，再做进一步的检讨。不过，环保团体认为，2030年减排20%到25%的目标是太过保守。短期的、中期的目标定得太低的话，那你其实是不太能够带动这个时间这一段时期的市场的投资。就是说因为你政府的这个政策目标强度不够嘛，我会认为2030年的减碳目标，你至少应该要拉到30%以上。目前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有真大一部分就要挖靠未来技术的发展，嘛增加达成目标的不确定性。预算的部分，国发会估计到2030年，政府会开9000亿，将近一半规划是国营事业的投资，因相信嘛去因民间的投资达到3条以上，发展再生能源。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网络是真发达，即看报纸的人是愈来愈少，有特别鼓励阅读。高雄的光华国中举办全国报纸展，老师收集40几种，目前还阁有甲已经停刊的报纸，就有机会鼓励学生了解趋势，关心社会。不管是全国的，也是地方的、宗教的，嘛有专门给学生囡仔看的报纸。来到图书馆的学生，大家拢好奇翻看报纸的内容。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种类的报纸，其中嘛有已经停刊的。网络世代比较发达，所以我们接触报纸的机会会比较少，不然都是看电子报比较多。有一些停刊的报纸之类的，还有一些让我们了解报纸它最近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光华国中伫图书馆推出全国报纸展，因为今年1年国文单性课程有突破单元，老师却发现真侪学生对纸本报纸甲媒体拢无了解。对于平面媒体的认知了解，真的几乎是空的、零的，甚至很多不管是国内时事、国际时事都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那就找个市面上比较知名的几个大报，然后让同学们看，然后却无意中发现，原来居然在超商里面还有我没有见过的报纸。宋伟霆老师开始世界收集全台有特色的报纸，嘛有国外的。另外，对市立图书馆少停刊的报纸，甲民国38年中央日报、联合报的美术本，希望透过这摆展览，学生囡仔会更加关心新闻，提升媒体的阅读素养。记者邓家文、为做高雄报道。今年是咱台湾涂炭工艺家洪瑞麟过身101年的日子。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展览以350多件精彩作品加文献，希望大家来熟悉这位一直在关注劳动者生活的画家。有一组一组的矿工那他们是蹲着或者是站着然后再采煤矿。画出涂炭工的日常，这个经典画作是知名的涂炭工画家洪瑞麟的作品。经过30几年后，终于搁伫台北市立美术馆来展出。他的创作就是随时随地，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就拿着一本他的笔记本，他就可以在坑内或者是在空场，他就对他的描写的对象就进行速写。
洪瑞麟会当讲是台湾美术史上描绘劳动者生活犹太代表性画家，像这笔对少年土炭工有自信对照老啊，对生活的无奈，拢是伊30几档歌伫空场作实所看所体会的。今年拄好101岁免期，大囝洪君雄特别捐郑家庄的作品予北美馆，就罕见的土炭工立志宿舍等等，互外界通看到洪瑞麟伫英国战后物资欠缺的年代，安怎去画出伊的感动。那其实他就感受到说，人生原来其实就是一种搏斗，所以他到了矿场来工作以后，他看到这些矿工为了生存，他就必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然后到坑里面去工作，所以他就会继续来画他们。这届展览曲工旅行对洪瑞麟早期到尾期的作品文献等等大约350多件，全面性来展出，嘛象征伊过去对追求涂骹底的光，到食老追求红霞移光的追光精神。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